嗱，今日呢條片咧，其實就係我自己咧有一個好消息咧，想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呢個消息咧就係 Leo 咧，終於都喺荷里活呢一邊咧揾到工啦。咁我咧就係做 compositing 嘅，即係做電影特效合成。嗱，坦白講啦，其實2年前咧我就已經諗住拍呢條影片㗎啦。咁但係奈何咧喺呢邊揾荷里活特效嘅工咧，就唔係話想象中咁容易啊！咁2年前嚟嗰陣時咧，好努力咁樣揾工，咁但係奈何嗰陣時就咁啱撞正啦2023年嘅荷里活大罷工啦。咁嗰陣時咧就唔好話揾工啦，直頭啲人保住個飯碗都難啊！咁所以咧就一路推遲啦，咁啊推遲到最近咧我先至揾到工。咁所以今日呢條影片咧就係想分享翻咧呢2年發生咗啲咩事啦。我會同大家講下咧我揾工嘅經歷啦，分享下咧我自己嘅故事啦，講下到底做咗啲乜嘢咧，令到我最後咧可以成功喺荷里活裏邊咧入到行揾到工。